兵家嘗試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除咗睇片唔飛廣告、俾 like、comment、share 之外，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呢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只係10蚊港幣一個月嘅啫。加入之後啦，除咗可以每個月有會員優先影片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額外優惠使用次數同埋折扣。詳情可以留意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繼續嘅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又歡迎翻到嚟兵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B 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啦，問兵所答嘅時間啦，問兵所答啦，咁啊自從改版之後啦，咁都會提供一啲嘅探討性嘅問題啦。咁啊多數咧有人會話，喂，咁你咪同旗艦版撞咗咯？旗艦版咧其實咧我通常咧都係想講一啲比較闊一啲嘅話題啦，希望多一啲角度嘅問題啦。咁啊至於問兵所答咧就會講多啲我自己角度裏邊想講嘅嘢啦，咁樣咁啊，所以咧會有個少少嘅唔同嘅分別喺度嘅。咁啊，至於啦，今日咧要同大家講嘅呢一個嘅 topic 啦，咁就係其實咧都係一個冰碰嚟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多利斯對托沙啦，咁樣。咁啊，首先啦喺我錄音嘅呢一晚啦，咁阿仙奴嘅官方咧咁就確認咗啦，就俾咗一個嘅准許，咁啊俾托沙咧咁啊前往呢一個嘅比錫達斯啦，咁啊進行轉會前嘅最尾嘅一啲嘅手續，包括咗體測啦、簽字啦、影相啦、歡迎會啦等等嘅一啲嘅準備工作啦。咁啊，另一邊廂啦，咁亦都表示啦，咁啊，阿仙奴咧，咁啊，對於呢一個嘅布魯日嘅翼鋒啦，多利斯咧，咁就已經博咗取啦，咁亦都咧準備提交呢個第一份嘅正式報價，亦都預期啦，呢一個嘅球員咧將會加盟阿仙奴。咁因為之前啦，無論係嚟自羅馬又好、多蒙特等等啦，咁啊呢一啲嘅球會啦，對佢都非常有興趣。咁但係球員咧就一心一意咧，就淨係想加盟阿仙奴。好啦。咁啊，當呢兩個球員嘅一出一入拉埋一齊咧，咁啊，大家咧都會好自然有一個嘅角度就係，喂，咁多利斯係咪用嚟代托沙㗎咁樣？好啦，跟住然之後啦，咁啊當然有一啲嘅數據網站啦，咁亦都會啦，咁啊拎一啲嘅數據出嚟咧，做一啲嘅比較。咁當然啦，呢一啲嘅比較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個意思上邊咧，其實咧就個參考價值就冇乜㗎啦。咁啊因為啦，咁啊呢個嘅比利時嘅聯賽啦，同埋英超都可以話咧叫做兩個嘅世界。咁啊兩個球員啦所面臨嘅競爭啦，亦都非常之唔同。例如啦，托沙方面咁喺個左路嗰個嘅叫做出場嘅時間同埋個競爭嘅對手係馬天內利，咁但係多利斯喺嗰一邊啊睇嚟咧就一個長期嘅正選，咁但係倒翻轉頭，如果多利斯嚟到阿仙奴，佢又能唔能夠成為一個長期正選嘅左翼咧？喺大家都覺得喂嚟緊可能會買摩根羅渣士，可能會買呢一個嘅巴高拿嘅情況之下，佢應該都係屬於馬杜亞基嗰隻副手級別嘅球員，佢會有輪換機會嘅，咁但係唔會好似而家喺比利時聯賽裏邊咁多嘅上陣啦。咁所以啦，呢一個嘅上一季嘅數據咧，同托沙咁啊比較嘅話，當然你會見到佢泛嘅數據都好過托沙嘅，咁但係嚟到阿仙奴之後就係另一回事啦。好啦，咁啊至於啦 EV 咧都會好膚淺咁樣啦，喺幾個角度嚟講下，喂，究竟多利斯喺我心目中能唔能夠替代到托沙呢？嗱，首先喺個價錢方面，我覺得咧大家就差唔多嘅。咁啊，托沙當年買過嚟咧，我記得咧有幾個嘅版本，一係咧就話2700萬英鎊，有啲就話3200萬英鎊。咁我哋用最平嗰個數字先啦，咁啊2700萬英鎊，咁啊叫做一個具豐富經驗嘅英超球員啦。好啦，多利斯咁啊一個豐富比利時甲組聯賽嘅球員。好啦，但係然而咧佢嗰個年紀啦叫做後生啲，咁但係咧亦都貴啲，咁啊去到3300萬英鎊。咁當然啦，你話計埋啲通脹啊等等嗰啲嘅因素啊，正所謂3年前你買個漢堡包，同而家3年後買個漢堡包都爭幾蚊啦，係咪？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啦，呢一個嘅價錢咧，大家就差唔多嘅。咁至於個定位方面咧，托沙嚟到啦，咁啊其實咧同馬天內利咧嗰個嘅競爭啦嚇，或者係大家嗰個受傷互補嘅時間嚟講咧，其實每一季都幾平均同埋穩定嘅。基本上咧，你冇話邊一個球員接
佔得比較上風多一啲。咁啊，除咗上一季啦，咁啊，因為上一季馬天仔就主要打後備多一啲，咁啊杯賽出到嚟有表現，咁啊托沙主要就打聯賽多一啲啦。咁但係多利斯嚟到之後呢，個情況可能會好唔同嘅。咁啊，因為當摩根羅沙士嘅存在，或者係一啲新嘅翼鋒存在，甚至乎係馬天內利嚟緊嗰個賽季嘅定位係點樣，面臨嘅競爭係會比托沙咧更加大嘅。咁啊，當然啦，多利斯有冇時間俾佢適應啊，或者係嚟到之後適應嘅情況係點，會係一個嘅風險啦。咁但係啦，根據一啲嘅球探報告所講啦，佢嗰種打內切嘅方法咧係幾叫做有挑戰嘅意味噶嘛，同埋有呢一個嘅直接嘅攻擊力。我哋之前啦，唔好講我哋啦，我成日都話，哎呀，托沙喺邊嗰度唔好掹咁多波，唔好做咁多波，做啲比較單一啲嘅嘢，例如嘗試下推過對手啊，然之後去掠對手啊，或者係一啲嘅無球走位，走入個禁區裏邊等待機會啊，佢步尾處嗰啲最叻㗎啦。咁呢個正正就係托沙嘅踢法。咁但係多利斯嚟到之後咧，成個感覺咧就係佢中意拎住個波，然之後內切去同其他球員咧打配合同埋打組織。咁啊，當然啦，你話呢一個嘅打法咧，其實咧同右手邊咧會好相似嘅。咁如果右手邊都係要個波嘅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又導致咗兩邊都會爭波踢而塞車呢？咁當然，如果出多利斯嘅話，咁嗰邊出馬杜亞基，咁會形成翻一個好一啲嘅平衡嘅。咁一邊直接爆入去，一邊做組織多一啲啦。咁但係換轉嚟講，如果另一邊都係出沙卡仔嘅話，咁究竟會唔會即係嗰個叫做進攻嘅套路上面會極度依賴呢一啲內切嘅球員，而忽略咗個底線嘅一個嘅叫做攻擊呢？咁呢個就需要閘位嘅球員啦，更加多壓上啦。我自己就覺得，咁啊當然啦，你壓到上到嚟落埋條底線嘅，咁你回防啊或者係之類嘅問題，亦都要做一啲嘅平衡啦。咁所以喺整個嘅嗰個叫做運作啊，前場運作嗰個嘅架構同埋風險上邊咧，我覺得啦，阿仙奴係需要喺如果用多利斯嘅話咧，係需要做一定嘅調整同埋揾翻一定嘅平衡嘅。咁呢個係之前咧托沙喺度，咁啊呢一個未必可以叫做要顧慮嘅一件事啊。咁因為之前都托沙唔係呢一種嘅打法嚟噶嘛，咁樣。好啦，今日至於啦，你再睇翻一啲嘅數據啦，咁啊當然你話喺嗰個嘅個人嗰個成功數字上面，咁其實你見到呢個球員係比較高一啲啦，跟住嗰個無球嗰個嘅 XG 啊、XA 啊都非常之高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啊比甲同埋英超嘅分別就絕對唔可以話叫做去到並列相提嘅。咁啊至於啦，咁啊呢一個嘅助攻上面亦都見到啦個數字嘅分野咁樣，關鍵嘅傳送啦，咁啊亦都係一樣噶嘛，都有個非常之大嘅距離噶啦咁樣。咁啊上陣分鐘方面，其實你最大嘅分別就係一個都成3000幾分鐘，咁但係一個咧2000幾分鐘嘅啫咁樣。咁啊所以咧嚟緊個角色啦，咁啊個數字上面啦，可能咧會比較再貼近托沙一啲。咁但係咧對於呢個球員嚟講咧，見到佢咧有中距離射門嘅腳頭嘅，尤其是對上一場啦，咁啊對飛燕諾嘅熱身賽嚟講啦，見到佢咧都幾敢於咧喺啲大位嗰度起腳，然之後拉遠處，咁啊所以呢一樣嘢咧喺之前嘅阿仙奴嚟講咧，亦都會比較少見一啲。咁希望啦可以增加翻一啲中遠程嘅火力啦，咁啊令到阿仙奴啦咁啊更加多直接嘅攻勢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佢係咪代替托沙咧？我會咁講，佢代替唔到托沙。托沙嗰種嘅叫做嗰種嘅叫做我唔知點樣形容，係嗰種叫做漫遊式嘅踢法啦嚇，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做到，因為嗰個乘機走入去嗰個嘅時機好重要啦，起腳嗰個嘅質素要有啦，即係嗰個嘅位置感好重要。咁但係多利斯好明顯，佢唔係屬於嗰啲位置感去搶點嗰種嘅球員，佢係中意自己推，然之後去嘗試揾隊友配合去揾機會嘅球員嚟嘅。咁所以我會咁樣認為啦，咁阿仙奴喺個左路嚟講，唔係要揾一個托沙嘅代替者，而係要揾一個可以打另一種套路足球嘅叫做參與者。咁而多利斯好可能就係符合咗呢一種嘅特性啦。
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期待就係呢一種球員嚟到之後，咁啊嗰啲嘅叫做8號位置嘅球員或者係閘位嘅球員點樣去同呢一個嘅球員配合，而創造咗得更加多嘅機會出到嚟呢？而之前講到嘅咁啊呢個球員嗰個嘅回防係相應比較差嘅，但係其實托沙嗰個回防呢，其實我覺得係幾積極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佢喺後場裏邊掹波啊，叫做嘗試過人啊嗰啲嘅即係驚風散嘅場面，大家都即係會有深刻嘅印象啦。咁究竟佢嚟到咁啊？喺啱啱報道嘅情況之下，冇咁大膽做更加多簡單嘅嘢，其實會唔會令到個後防更加穩陣呢？定係佢回防個意欲根本冇咁大，留喺個前面嗰度等波嚟，然之後加強咗亦呢一個嘅叫做或者叫加劇咗啦。個8號位置或者6號位置，甚至乎加比爾或者閘位嗰個嘅工作量呢，咁樣，咁呢個就睇下阿迪達點樣調教啦。咁所以我唔會認為佢係一個托沙嘅代替者嚟嘅，佢唔係嗰一種嘅球員，咁但係佢會係一個為阿仙奴左路注入一啲新風格嘅球員啦。咁我哋期待住佢嘅表現啦，能夠為球隊帶嚟乜嘢嘅衝擊啦。好啦，咁啊，以上呢就係 EB 嘅少少嘅睇法啦，同埋分享啦。好啦，咁啊，節目嘅時段亦都暫時嚟到嚟呢一度啦。咁希望大家啦繼續支持住為頻道嘅運作，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嘅 PayMe 曲咁可以着兩打賞啦，或者 join EB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7，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布。另外 EB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B4633 度支持下。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度啦，咁我哋稍後再同大家見面，拜拜。多謝你哋收聽呢條頻道嘅節目，如果中意嘅不妨撳一撳個 subscribe 掣，同埋撳翻個 like 掣，繼續支持兵家嘗試啊！仲有呢啲嘅影片咧，應該都啱你睇噶，歡迎點擊。